谢熊。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是的，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过5关拼奖金上最35000块，你揸登去哦。今日介绍咱2位来宾，我这边先来，我介熟悉嘛是介久啊哦，嘿，我演过伊，敢若想要拍起来的妈妈。我错一个，我是讲想要拍要拍我，无可能，拍袂着啦，嘛某咱无讲害啦。嘿，迄队长叫阿本，我想大家应该拢知影，这少年家演头佫优秀。是。哦，即马经营家己经营较偌好，你知无？好，阮的台语有本事，阮的队长阿本。欢迎来到这节目来分享我讲台语，讲台语。你以前捌讲过？以前我演过台语的戏。啊，你安怎背本？其实无，我背本是因为阮爸爸也有讲，所以就剧本摕出来一字甲问安尼。是。啊，拍第一工我就后悔啊，想讲想要倒去啊，想讲迄经纪人会当卖个演啊无。咱等下好啊，再搁讲，咱先介绍咱的队友，好不好？哦，来。这位就是你，我唔对，你哦。嘿，大家好，我是虎虎基德的你哦。你哦，虎虎基德。等下，你有真红，你知影？虎虎基德，你讲啥话？虎虎基德。什么都？因为阮两个斗阵要背档啊。哦。嘿，啊，阮两个就伫网络观点咧翕影片，甲大家介绍讲哦，咱两个男同志，咱这伴侣是安那斗阵，安那做伙，咱的生活翕捌大家看呢。啊，若真正有影真侪迄种朋友，较唔知影要安那相处的吼，不管是查甫查某，拢通啊来看阮这个频道。吼，这是阮的利友，另外一个伊的partner啦。来介绍来去。大家好，我是伊的partner，我是虎虎基德的阿凯。真好，真好。哎，欢迎你，欢迎你。好，来个绍来去。哦，我叫查理，我今年25岁，做演唱会 VJ。欢迎你哦，来个绍来去。你好，我是珊珊，今年33。珊珊你好，啊你是本的朋友，嘿，啊恁来加油啦，我来参与加油啦，加油！那要加油之前，咱就爱最好一个，好不好？最好来者，好不好？来，3、2、1，来！台语有本事，水啊！有影，台语真正有本事，慢慢学就好啊，吼。好，来换恁那边啊，哦。阮这边吼嘛是要安怎讲，真难得的同一个所在出现呢。哈？头一摆咧电视顶有恁看到，是因这队叫做女朋友来挑战，欢迎咱的队长小鹿小鹿。不是女朋友哦，是女朋友哦。女朋友，伊就是带伊的女朋友。哦，头一摆哦，全球大首播。无唔对啊，本早就是啊，咱吼男女之间安尼吼，会当做伙，咱就公开，是啊，我感觉真自然，安尼就好啊。因为有男朋友结婚袂使啊，吼。因为你车正来咯，因为禁锢拢。啦，我讲，即摆拢嘛呢，对，后抓唔是嘛，不要紧啊，嘛是讲朋友啊，因为好来好去嘛，吼，对，有影。你爱笑哦，因为阮替你做保证。阮阿兄伫家啦。哦，你简单啦，你来啊，孙爸爸妈妈娘。好，来先介绍这个古爱的队长。大家好，我是这个小老准啊，哦，大家好，我今日带我女朋友甲我的朋友做伙来挑战啊，摕这奖金。奖金希望会当带回去啊！啊，不过伊对面迄个哦，我嘛真熟啦，因为伊正正是我的团长。团体啦，伊是钢铁团体啦，对，就是因这台真好啦，棒糖，对，啊，即马看到伊卖到也是足新鲜的，是不是？20年拢无变，系啊，你嘛无变啊？系啊，你嘛拢无变，无因为已经40，我也卖啦。你较少，啊，你看起来伊较少年哦，系啊，哦，嘛真优秀，那才有勇气的带女朋友讲台。哦，带女朋友讲台是你讲这勇气，我感觉是唔免勇气啊。因为我台语比较好。比我较好。来想你啦，要来收钱啦，唔是勇气啦。要倒插钢铁。系啊。啊，不过我感觉我的朋友，我希望因的台语会比我较好。啊，不过拄则看起来。哦，我女朋友上强啊！哦，你敬重女朋友啊，是，欢迎你啦！你台语嘛算足厉害啊！无，因为平常是足少讲的，足讲的，我希望大家耳孔会当接受啦。袂，接讲就好，接讲就好，吼，定定讲，愈讲愈好。嘿，你来介绍你的女朋友，好不好？我上水的女朋友，哎呦，一定。上水讲出来哦，这时阵
应该是杀鸡两个出来啊。结果无，来女朋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魏酸。李酸，嘿，我即马是咧做 model。好来，搁说落去。大家好，我是陈碧水，我是来监督。咁多哟。看有创啥物，转去甲爸爸妈妈讲。所以讲，等下我会听到，唔嘿，唔哦，会无？袂啦。听起跟他驯兽师。好，来搁说落去。你好，我是陈定喜，我即马是李比亚苏，念名。念名书。哦，念名书。念名书。对。好，欢迎你哦。好，来搁说落去。大家我是小路的理发师，哦，加头章的。头章设计师啦。是，小刚。嘿啊，要比赛进前，咱一定要来对好者，好不？来，3、2、1，女朋友来挑战，奖金无要紧，欢喜上重要，加油加油加油！有影奖金无要紧哦，欢喜是上重要的。来算上重要。嘿，今晚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大家欢迎咱的单鸿威单老师。少年讲台语，青春搁水开。哦，少年的讲台语，青春哦，搁水开哦。好，今日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大家来斗具，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具比赛，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就算斗具成功。两队轮流回答，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嘿，大家来斗具。嘿，你一句我一句，看谁较好练练迄个台语话哈。你对我讲你了惨，我今晚嘛烂惨啦。不是啊，20年无看，这就难得的呢。好来，分数哪算？哦，咱这回合吼有3题。3题。得到上侪分数，就得到5000块奖金。加油！来，手即马先放在另个顶面。听我讲，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好，来，上位，咱请出题。请问这间厝安怎，所以一直卖出去。哦，这间厝安怎死的哦，所以一直卖出去。好，来，咱请抢答。好，来，坤嘞。阮这边来，这间厝的价小金贵，所以一直卖出去。哦，价小金贵，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哦。来这边。好，这间厝拢是粪扫，所以一直卖出去。哦，有影。拢是粪扫，老师安尼对唔对？来，吴珊珊，这间厝。安怎？对，这间厝风水无好，所以一直卖出去。哦，风水无好，老师安对唔对？对。对吧？来。这间厝有死过人，所以一直卖出去。有死过人，老师安尼对唔对？唔对。哦，相算唔对咧，不要紧，分数先互人。恭喜阿本得了1分哦。来，咱来听老师安怎解说哦，哈，来，老师写哪袂当咧？主要是语法的问题啦。是。就亲像讲，咱袂使讲，你有食过饭无？你若要问人讲有食饱无？有食无？你袂使讲有食过饭无？所以袂使讲迄个嘿动词过什么，这甚至讲无用伫这款所在啦。嘿。哦，用法唔对，语法啦。当安尼讲，意思是当然知影，但问题这句法无下。所以老师，这若要真正讲有死过人，会使安怎讲？捌有死人。捌伫遮死，也是讲有人死去。有人死去，有讲几字？这间厝4个字，有人往生会使哦。有人往生哦，较尊重有人过往。对。好，谢谢老师。安尼了解啊哦。了解。好，来手搁放在另个顶面，来哦，第2题哦。上尾咱请出题。请问，伊一直安怎，应该是安怎？哦，6个字哦。哦，来咱请手答。哦，好，来这边6个。伊去便所应该是腹肚痛。去便所腹肚痛，老师安尼对唔对？
好对。来，换这边。好，伊伫歹面相应该是头公公。哦，歹面相头黄黄，老师安尼对唔对？安尼较奇怪，前后的迄个因果关系啊。哦，甲嘛是甲嘟嘟啊，差不多同款。华语的英文。嘿，来分数。恭喜咱得了1分哦！甲老师安那解说，来老师。就是讲，唔是讲语法唔对啦，是讲你这个头前甲后壁的这个所谓应该就是一般的推理的迄个合理的状况啦。啊，你所谓的歹面手，你的理解是啥物？啥物是歹面手？哦。啥物是歹面手？无我是要麻烦。讲啊，面凹面槽凹嘟嘟啊，可能就是啊，咱在头型啊，所以歹面相安尼来面对人安尼。对啦，我意思是讲问题是，这嘛是你咧看另外一个人嘛，吼，就唔是讲你本人嘛，吼，所以这个就讲你要安怎要讲是啥物代志？你比较歹面手，你可能较会要讲是。可比讲心情歹啦，还是讲有啥物人得失伊啦？这方面的就讲，嘿，这个连接可能爱较有一般的这个合理的推论安尼啦，嘿，哦，唔是讲语法问题，嘿，是这个前因后果推论。谢谢老师，安尼了解啊哦。了解。好，来上尾要一题哦，来手放在脸的顶面，来上尾咱请出题。请问，阮男朋友安怎，互我袂当介意安怎？哦，男朋友安怎，互我袂当介意安怎？来，咱请抢答。好，来本你。阮男朋友嘴破空，害我袂使互伊烧精，介意烧害我袂使介伊烧精。哦，嘴破空，袂当介意烧精啦。老师安尼对唔对？对。来。阮男朋友伫国外，互我袂当甲伊见面。哦，伫国外袂当甲伊见面呐。哦，伫国外袂当甲伊见面。来，老师对唔对？对。好来。阮男朋友无欠钱，互我袂当甲伊结婚。哦，无欠钱袂当结婚啦。老师对唔对？袂歹哦。来。阮男朋友拄食饱，互我袂当甲伊食饭。哦。拄食饱，袂当甲伊食饭啦。拄食饱，袂当甲伊食饭。老师对唔对？好，来，赞哦。阮男朋友去做兵，互我袂当甲伊食饭啦。哦，拄好讲袂当甲伊约会啦。哦，去做兵袂当甲伊约会啦。老师对唔对？来。阮男朋友伫开车，互我袂当甲伊牵手。伫开车。吼，啊，袂当甲伊牵手，安尼对唔对？好。来，阮男朋友在发烧，互我袂当甲伊。袂歹哦，真勇敢啦，恩爱啦，你发烧袂当甲伊恩爱，老师安尼对唔对？厉害，加油！哦。阮男朋友喙齿痛，互我袂当甲伊食冰。哦，喙齿痛袂当甲伊食冰。来，老师对唔对？对。好，袂歹。来，阮男朋友真病单，互我袂当甲伊运动。病单，真病单袂当甲伊运动。老师对唔对？对。哪一种运动咧？阮男朋友伫困斗，互我袂当甲伊出去。哦，伫困斗袂当甲伊出去，老师安尼对唔对？来，想在，阮男朋友卡着因，互我袂当甲伊拜拜。卡着因袂当甲伊拜拜。袂当去庙的啦，嘿啦，如果无庙哦，嘿，袂当介意，袂当介意，袂当介意进香，袂当介意进香，袂当介意进香。哦，下调音袂当介意进香啦，老师爱对唔对？你交朋友就有代志的。来，阮男朋友拐着脚，互我袂当介意运动。拄仔有讲运动，才讲过啊。拍球哦，去拐着脚，哦，袂当介意拍球啦，老师对唔对？老师，老师有疑问哦，要换一个无？老师开始买了哦，要换一个无？哎呀，袂
负白负。是，好来，不要紧，分数先。那阿本得了第二分加油咯。来，要来听老师解释哦，来，老师。就是迄个骹是安怎着？他乖掉。乖掉。哎呀，是卡拐掉，不是拐一掉。般来讲，你若要讲掉伤的状况，应该是崴掉啦、拽掉啦、闹掉啦，这类的啦。嘿。哦。啊，你崴掉，较亲像，可能你的意思，我是当了解问题，我是讲替你药讲，你可能是要讲啥？可能你的意思是讲，可比讲你行路啊去吼，拐掉什么倒啊啥安尼，但是你即马可能是要表达伊掉伤。对，所以迄个动词的问题啦。好，谢谢老师。哎，不要紧，不要紧。哎，两边拢真牛呢。对啊。真正男朋友拢足有代志的哦。希望男朋友拢会使万年久长平平安安。对对。好，来，继来看分数。先看本的这边。哦，有本事得到2分咯。哎，来挑战呢。嘛有1分袂歹哦。哦，所以讲5000块的奖金伫倒位？第二咱有本事。好，咱继续哦。加油！好，进来咱的第2回合，手答定高机。手答定高机，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当得到分数，隆重进行5条题目。定高机，台语蒙看麦。哦，台语蒙看麦要蒙啥话呢？哎呦，蒙一寡迄个奇奇怪怪，会叮当袂叮当的，会流汤的袂流血。哎呦，好来，咱准备好啊吼，目睭看头前，台语蒙看麦，请蒙。一手走啊！哎呦，好来。阿玲哦，阿玲，阿玲，阿玲，是阿玲吗？确定哈？这个你的答案是啥？阿玲，你点头阿玲，阿玲哈？阿玲，阿玲，阿玲，来，老师是不是阿玲？来。不要跟你讲的，阿玲，哎呦，阿玲哦，哦，咱就红的哦，阿玲哦，来，老师阿玲对唔对？不要紧，有个想无？来，咱唔捌讲过，咱的讲义是啥物？平常时较无咧讲。A 零，有一个讲法，哦，A 零，厉害哦 ，A 零哦，是不是？哇，好，名好了好哦。来，我问老师哦，老师是不是 A 零？哦，你对。爱甲老师谢谢啦，爱甲老师谢谢。来，分数。你得了1分哦。来，咱来听老师安那解释哦，哈，来，老师。因为这当然古早较无这种物件吼，较新的物件啦，啊，所以啊，有人是照汉字读啦吼。那遮细机啊！惊因互相伤害啊，较细机的。好啊，迄个音的问题，其实拄则拢是调的问题啦。是。吼，因为其实伊有 A 到迄个 A 嘛，吼，迄白话音啦。吼，啊，伊嘛有迄个啊的迄个文言音啦。啊，问题是后壁有零的是伊要变调，所以你准讲你要用吼，亲像讲 A 到啊，就 A 零无毋对。啊，你若要用啊迄个音，就是啊零安尼啦。啊零。嘿，啊变做啊零安尼啦，嘿啦。啊，当然嘛有人会翻讲啊。讲伊是 A 到0安尼啦，A 到0，对啊，啊嘛有人有甲即个0无讲0嘛，有可能有人认为讲迄是毋是讲甲精，敢若有小可有牵连啊，所以嘛捌有人讲是 A 精安尼啦，A 精，嘿，就是西精的精，迄个精啦，哦，毋是摕来精啊，无共字嘿，所以就是讲你若要用 A 到的 A 吼 A 啊就 A 0，啊无啊若讲文言音啊就啊0，哦，是，吼，少年的咱拢学着，毋是阿玲哦，是嘿 ，A 到阿玲，嘿是，好，谢谢老师。不要紧，咱学着就好啊，吼，哎，袂歹，但呢，你有分数啊，不要紧，咱阿本来这边，咱搁加油，来，换人。是，我要问一个，来，阿凯，你会惊啥物件？我嘛是会惊看袂到的物件，鬼啊，还是啥物妖怪啊，我拢会惊。这个无。哦，是吗？这个物件我感觉真恐怖。哈？
黏黏哥哥。哎呦，金胎哥。好，来准备好啊！目睭看头前，来，咱台语帮看麦。我砍手啊，我砍手啊！黏黏哥哥，这你应该真熟啊。我会使甲你提示一下，这唔是我身躯的哦。哦。查甫囡仔去约会之前，拢爱来识度，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哩？来，咱台语帮看麦，请无？豆豆啊，加油！轻温柔，较温柔。我砍手啊，我砍手啊！你讲过，嘿，对，嘿，迄是啥物？黏黏哥哥，那知影就起来哦。哎呀，是啥物？来，阿乐，这你应该真熟啦。有味无？我袂晓讲呢，我袂晓讲呢。啊，你知影这是啥物哦？我知影。用咧啥物所在？身体。哦，我身体，我身躯的啦。我会使甲你提示一下，这唔是我身躯的哦。我身躯。这甲你的工课有淡薄关系。哦。这是啥物？这是啥物？嘿嘿，别再看后面咧，别再打 pass。头毛哥。头毛哥。头毛哥，哦，好，来，我问老师哦，来，老师是不是头毛哥？老师，马先，头毛。好，你。老师，今日拢青春起来啊！对啊，头毛哥，老师好厉害呢！哦，谢谢老师，他有分数。啊，恭喜又得到第2分哦！来，咱来听老师的丢读是啥哈？来，老师，因为这个歌吼的物件，哥哥的物件，加可能是加会形的物件，其实不只啊形啦。对啊。系啊，所以你要讲是高形的，还是加会形的，吼，不只啊形啦。啊，另外一种，你若摕迄罐安尼看起来，那亲像嘛会使讲是头毛油，还是头毛蜡，哦，就是迄个咧拍蜡迄蜡吼，头毛蜡、头毛油，因为伊若是较 cream 的型有无？系啊，对啊，啊，所以我感觉就这几种应该拢会使考虑，因为这毕竟是较新的物件，嘿，啊，但是就是用台语传统的一寡词，亲像拄仔讲的哥哥的，吼，会使讲什么歌，吼，啊，还是较加水型的，吼，就可能讲加黏加的有无？对，黏嘛加。啊，所以嘿，对，头毛膏、头毛加、头毛油、头毛蜡，拢会可以啊。应该是会使啦，嘿。好，来，不要紧，咱还有机会哦，咱今日先来换人。来，会惊无？会惊，会惊。会吼，对。啊，你惊啥？我嘛是惊蛇啦，惊仙人啊啦，惊这类的拢惊。女朋友咧？女朋友你会惊无？你惊啥？我就惊。你惊什么？惊加抓。惊加抓。哦。恁拢无闻到味吗？这咱逐工拢会用到哦。哦，逐工拢会用到哦。安尼应该是免烦恼啦。免烦恼，你对伊较温柔就好。温柔哈。嘿，来哦，准备好啊！目睭看头前，咱台语望看麦，来请望。安怎？来，地裤。地裤，确定？对。好，来，老师是不是地裤？算你对。刚讲就对啊，来分数。恭喜得到9分哦！来，咱听老师，因为啊，这应该有另外一种讲法啦，是什么讲法啦？真济。好，来，老师。这应该会当现场调查一下吼，地裤啊，咱这队敢嘛有人讲地裤，咱这队。拢是嘛有讲沙文，因为这是吼嘛是有人有无共主张啦，有的人认为讲，嘿，有的人认为讲这种的若唔是用迄个苦茶籽去煎油做出来，就袂当算地裤。有的人是较严啦，讲迄种的才会当算地裤。啊，这是叫做沙文，吼，当然沙文，对，就甲地裤就无共。啊，但是嘛有的人认为讲。
茶科即马就较罕见啦，对，吼啊，所以这嘛会当叫做茶科啦，算现代的茶科安尼啦，嘿啊，所以这有小可有人有无共看法，嘿啊，这一般讲10文较济安尼。好，不要紧，咱的家族应该要出来啊。好，来，咱今日换人。珊珊，你伫内面是所有台语应该是上好的，拄啊，迄你拢有摇着无？摇2项。啊，那咱的鼓啊，对啊，这小妹，鼓啊，拄啊有头牵手无？无呢，我真少看。不过你坐喺边遐看有，你应该坐喺后边才对啊。你坐遐看无啊？你应该坐大位才对。是啊，对啊。所以古啊，伫厝的嘛是讲台语嘛。无，我拢讲英语较济。英语。哇，国际化的迄个。哇 ，international 呢。好，来准备好啊！来，目睭看头前，台语望看麦，请望。哎呦，嘿，珊珊来，你讲啥？牵拖，快点，牵拖，快点，啊，好，来，我问老师哦，来，老师是不是牵拖？好，好你对。好来，分数。有你得到1分哦。第手啊，好来，咱就再说。同款吼，就是讲，你互我看一下迄个对，实力把啦。嘿，就是讲有的人认为讲吼，这就是像实力把有无？啊，实力把，但是有的人认为讲，啊，迄是迄个叫做罗利亚，就是讲迄个人字拖迄种有无？吼，对，啊，所以有的人认为讲，那牵拖毋是即型的。有的人啦，认为牵拖应该是迄种用弄的哦。哈，就是讲毋是人字拖即种啦，无夹的啦，嘿啦，无夹的啦，嘿，有的人安尼想啦，啊，但是就是嘛，有的人无咧分遐油啦，对，啊，所以我讲算你对的意思，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这毋是安尼讲，就是这会小可看法会无共款，对，啊，所以有人讲这就是罗莉啊，啊，当然你嘛会当讲啊，我这叫有的人甚至讲这嘛是两下。好凉的，对，有的人认为讲这嘛会当算凉的，对，所以这是就是讲对名词的定义啊，甲伊的意思到底是要包含什么款吼？啊，你若讲牵拖算是较一个大范围啦，对，什么型的拢是牵拖，安尼嘛会使啦，是，对。老师对恁真好，对，嘛2题啊，老师嘛有恁对2题啊，谢谢2题啊，嘛2题啊。今麦要上尾1题啊，白酒好，真正要拼差1班哦，这要差1班哦。好，来，今日来换人。是，即嘛咱2位拢是老朋友啊。老朋友啊，咱4个拢算老朋友啊。是，所以即马电高机拄啊好尔。是吗？为啥？早都看伊袂爽啊。10公里你冇甲我讲过啊。这个团体，咱讲真的，你以前做团体的时阵，会看伊袂爽无？有啊，伊就唱了比我较好啊。高唱高跳啦，这就是无法度啦。你嘛无咧客气。好来啊，吼，咱准备好啊哦，来目睭看头前，台语望看麦。哦，定一支啊，我是讲较温柔的。西人，袂歹哦。甘露，拍甘露，干吗？干露，你看迄电锯赶快来干，那个对啦，干露。细汉的时阵，拢会耍的古早七套米，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咧？台语望看麦车望。我是讲较温柔的。哦，定一支，定。哇，望得出来是相当，唔知啥这啥。好来，我这台语是要安怎讲呢？这是啥对啊？这是要安怎讲？2个字。也塞，对。你用迄锁啊，甲绑咧，塞起来。嘿，对。这叫做。断老，什么老？什么老？断老甲西瓜。有一个漫画就是咧讲这啊，迄战斗陀螺啊，战斗断老啊。哦，咱先断老好啦。断老看嘛，我慢慢调整啦，慢慢调整。我跟伊也嘛唔知，我两个慢慢调整。无定着去平知哦。好来。
大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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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老师大楼对唔对？大楼，来，我这边是大楼，你那边要大啥？西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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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袂歹哦。来，快点哦，西能，我问老师一下哦，老师是唔是西能？唔是。哦，音拢无共，真正拢无共。我多有一个印象，那先完全唔是这个音。以前常常拢会听阿公啊、阿妈去讲去啊算啊，我会使佮提示一个人拢讲伊这是用拍，拍什么？干螺。干螺，哎呦，干螺应该唔对，你小螺啊，干螺，拍干螺，好不好？试看卖啊，干吗？干螺，你读啊？干螺，在刚刚讲错咧，刚才电锯赶快来干，那个干螺啊，好，干螺，拍干螺。哦，来，老师是不是干螺？啊，本来佮讲一摆。拍干螺。嘛？拍干螺。时间的关系，互你对啦。老师放过我，没讲便当你我靠做胖呢。对啦，老师落手等啊，落手等啊。不是，你拄则讲到健康诶，拄则有讲到健康，有出现一摆健康。哦，一摆健康，有出现一摆健康，有出现一摆健康。有一个音啊，有一个都是爸爸俩讲一个音。分数先，好，我等听老师来解说。来分数。恭喜咱得到第3分咯！来，咱听老师的课来，老师你讲出来。啊，其实这个字拄好，甲咱另外一对咱这位阿乐是同款的乐的音啦，就是讲，嘿，啊，这个乐，吼，福禄寿的乐有啊，吼，甲这个甘露的乐是同一个音，吼，啊，不过这有腔口差，吼，有的人就是无读较悬，伊就讲甘露，啊，若海口的就是你拄有讲到一个音，讲甘露，吼，迄就海口腔的啦，嘿啦，啊，所以你拄有小可讲出来这个音，我就啊好啦，互你对啊，无安尼哦。哦，多谢老师，多谢老师。无要落个当时，哇，一个甘露泡1点钟久啊。这是有史以来老师录了上勉强的一节，你对啦，你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无第一届老师你赶时间。啊，拍干露无唔对啦，吼，用拍，对，啊嘛有人用定的，吼，迄拍法的问题吼，定干露、拍干露，嘿，对，好，以上，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加油加油加油！后来，咱今晚请回，哇，上重要来看分数哦，来看阿本这边有分数，今晚得到3分咯。啊，那咱来朋友咧，啊，嘛有2分袂歹哦。所以讲4万块的奖金伫倒一边？伫咧咱阿本这边，所以今晚奖金15000呢。15000，吼，后一个回合真好变盘哦，唔是无机会哦，机会还未到哦。好，来，今晚进来起来呢，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斗阵拼输赢，拢总5条题目，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进行5题了，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这个回合就是真正哦，通啊塔奖金，要甲奖金摕倒转，就是这个回合。是。啊，咱10个同齐算这个游戏，不过哦，咱一定要团结。对啊。啊，不过咱若做阵的时阵哦，你无可能讲哦，人攻过来了，嘿，啊，咱全部的迄落军队拢甲去，啊，就大家拢死了了啊。是啊，是啊，吼，一定要甲迄风险，嘿，拢甲分开安尼。啊，咱即马目前的状况就是这边就是已经有15000，15000。啊，那咱落的这边呢？一个爱心，不要紧。不过，咱这个回合奖金偌济？啊，咱这回合奖金有2万块，加油哦！那边划过了，落的这边就应该是2万啊。对哦。啊，咱这边2万佫踏起哩哦，所以讲互相拢爱加油。加油！吼，啊讨论。会记哩哦。嘿，风险应该分开哦，当全部拢对 A、B、C 安尼哦。好，来，准备哦，上个咱请出题。请问
咱来讲一个人马西马西是什么意思 ？A. 定定咧讲耍笑 ；B. 就爱四界爬爬走 ；C. 就是啉酒醉的感觉。好，来，你有10秒时间。马西马西啦，这个应该有一条歌吼。对啊，我跟安尼咧笑吼，笑起来迄是条歌迄个是。马西马西嘛。啊，袂使唱歌。嘿，对。啊，若袂当，咱就甲风险拢甲分开哦。来个，4、3、2、1，时间到。来。嘿，哎，哦，安尼变安怎？因风险恁真正有把握无？本来是感觉那像比有可能，你咧马西拍拍走的感觉。啊，过阮这李欧伊是台语厉害的，伊讲这确定就是酒醉的感，这咧讲酒醉的意思对无？是。哦，袂歹袂歹。啊那咱来女朋友，你感觉是嘛对无？我是有听阮爸爸甲朋友咧啉酒的时阵，开讲的时阵，讲啊，马西马西啊，伊马西啊安怎？哦，所以我应该感觉就是是无唔对。是，来，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啊，咱这意思真趣味吼，就是讲谁哪会安尼讲？其实即马目前的资料看起来，就是应该是这个原住民族语的其中一个族的一个语词演变过来。啊，这个根据是啥哪？因为17世纪有迄个西班牙的这个官方的记录，因为西班牙人捌来台湾嘛，吼，迄个记录内面有写着这个物件，就讲原住民族群的朋友在啉酒啊，安尼足欢喜啊，发甲大细声这种啊，可能有啉甲较凶啊，到尾就可能拢意识较无清楚这种，啊，就因听着讲这个原住民族语有安尼的讲法，当然毋是真正马西这个音。不过就是甲对迄个意思，就个来转变到落尾的人怎用安尼来讲安尼，所以有可能是对这个北部语族的语言的这个来的，吼，目前的记录看到是安尼。恭喜恭喜！好来，麻烦替我试一个后一题，咱个继续哦。来，请问咱人身躯顶悬有饭丝骨，你敢知影伊伫咧咱身躯的倒位咧 ？A. 手骨 B. 胸坎 C. 肩胛。嘿，来，你用10秒的时间哦，吼，是 A 手骨，吼，还是胸坎，还是肩胛？对。那我感觉是手骨，咱用饭时的时阵，就是用手骨去吸饭丝啊。啊无，来时间过，来4、3、2、1，好，来时间到，来，咱请起答案。哦，来看一个哦，C。哦，C B。恁我听到，恁就安尼无要算哦。吼，啊，这边是 C B。来，你讲。饭丝骨的，阮母啊应该是讲是这个所在，有无？因为我一开始咧 B 咧 C 咧选啦，因为胸坎吼，因为阮母也是讲这节。嘿。啊，毋过想讲啊，这节到底是算胸坎，还是算这个所在安尼啦？嘿，啊，想的胸坎，伊就叫胸坎嘛，应该是这个所在啦，肩胛头这个所在啦。哦，对。啊，那这边的来落个。是啊，我感觉伊个胸这个是胸的较成啦。哦，对啊，A B 敢若安那选拢无选到 A B 啊，我选 C 啊。啊，无我感觉本国伊对就有勇气的。全部拢死到底啊！所以讲这边有一个 B。嘿，阮等呢，等啦，我两秒输啊！有诶，有诶。哎，无食到就敢若你丢，全部的人都来过啦。无食到哦。好，咱来看一个哦，正确的答案是。C。来，但呢，咱先休困一下，嘿，甲试试摆。我这拄则比迄个位置吼，应该是这边安尼拢一块啦，吼啊三角的安尼有无？
嘿啊，就以早的人讲，拢会摕迄个看会到的物件来譬如啦，就感觉讲伊像以早的饭食安尼啊，所以就甲号这个名安尼。对。好，来真好，5条4条，来麻烦请试后一题，咱继续加油哦！来上的，咱请出题。请问陈定波先生是国际拍卖台湾的画作顶悬上关价的代表，伊有一百画卖2.12亿元呐。你敢知影伊画的是咱台湾倒位上水的美景？A. 阿里山的日出 ，B. 淡水的夕阳 ，C. 台南的府城。我咧讨论吼，就是陈老师是嘉义人，所以应该是为阿里山的日出。啊，不过台南足水的呢，台湾四界拢足水的。嘿啊，拢足水的吼。它有代表性，感觉是阿里山无到台南。你甲人选无共款的。敢若你一个 B 呢？我感觉若是外国人会买足侪钱，应该是知影台湾的淡水。台湾国宝级的画家，请问伊画的是倒位的美景呢？来，恁有10秒的时间。哦，这唔那是靠台语呢，我真正唔知。 2亿外呢？伊真有名呢。对啊。啊，伊的画嘛真水。啊，到底是阿里山，还是淡水，还是台南？差不多5、4、3、2、1。好，来，时间到。看唔到，错一条。好 A A C A C， 这是完。来 A A C A C， 啊来 C B A A。哦，有影有甲风险甲分开啊吼。不过我先来问一个，来，你选的是 C。对，阮拄仔咧讨论吼，就是陈老师伊是嘉义人，嘿，我印象伊是家己人，啊我云林人啦，啊就是我印象陈老师是隔壁咱家己人，所以应该是为阿里山的这日出应该是较对啦。对，因为啊，不过台南足水的呢。嘿啊，哎，啊，不过淡水嘛真水啊，上远。对唔对？台湾四界拢足水的。嘿啊，拢足水的吼。对啊它有代表性，感觉是阿里山无到台南去。府城呢？府所以日城。本时代就有名的。所以嘿，这边是台南嘛吼，啊你的是迄落，阿里山拢无人选淡水哦。嘿，好来，我要问一个哥哥阿姑啊，有啊有啊。姑啊，你甲人选无共款的？敢若你一个 B 呢？我感觉若是要卖足侪钱，爱大家拢知影。啊，外国人会买足侪钱，应该是知影台湾的淡水。淡水、阿里山啊，甲台南，到底是搭一个咧？哈尼啊有价值的哦，咱来看一下哦。好，来，正确的答案是。B。这边咱先试失败，我全部失败，5条命拢再见。咱比留着就好啊。嘿，C 甲 A 拢甲咱试一个失败。哎呦，咱这淡水吼，以早拢是叫做淡水，淡水，迄个是文言音啦吼。淡水的这个日头要落山这种情景吼。是其实足侪无共款人来到台湾，拢来做是一定爱看的光景之一。大概淡水这个黄昏日头这种光景，拢一定有咧落。嘿嘛有可能因为阿里山就搁爬去到遐吼，就是较吊腕吼。淡水要爱看到这个光景较简单嘛，有可能是因为安尼啦。所以无共款的时代来讲，台湾一定爱看的光景，这淡水其实拢一定会列落。过来这个是其实是1935年，咱这个陈定波这位艺术家吼，伊画其实伫个搁较早前，伊就得到，会使讲是咱台湾人内底吼，头一个得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地点吼，的这个台湾人第一个就对啦。嘿伊2007年伫香港这北度，就是以咱怎讲题目的这2亿外吼，去迄个得标是到目前为止啦，嘿，是算做破纪录。嘿啥怎伊这淡水色照的图会遮尔受到这个艺术界外国人的肯定？事实上是因为大家认为讲伊是甲这个东西方的这个画法吼，甲融合，就是有印象派有迄个敢若这个笔墨画的迄个物件甲融合，
而且伊的迄个画作是足有层次、足有节奏感，互你看到。今嘛要搁看会到的淡水的一寡重要的遐，包括礼拜堂啦、码头、阿门城，等，伊拢甲画入去。哎，所以这是一个真正是咱台湾真值得欣赏的一个作品。嘿，是。啊！容易。来看一个分数好不好？来看阮阿本这边。啊，今嘛目前呢是无半个留落来，所以是0。啊，可惜。啊，那咱落个这边呢？啊，咱的鼓啊，哎呦，有一条命啦！再讲奖金是偌济？今嘛奖金2万块的好因咯，冰雹咯。好，来，今日去摕奖金哦，2万哦。好，今日咱的小雨我来排。俗语我来排，拢总有5组的题目，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一票1000块，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嘿，俗语我来排，全家抢奖金咯。哦，咱即个奖金偌济？今嘛奖金有2万块。2万块，若是票来算，就是20票，无够呢。哎，无够吼，啊，阮搁提30票好冇？变50票。50票啊！是。第一位是落个，嘿，啊，第二位女朋友，第三句啊，来排哦，啊，速度较紧的哦。加油哦！加油哦！吼，看好清楚再去哦。好，来，咱请开始。来，金灵书，孙天宇，天意哦，来，加好，倒修宝，倒修宝，倒修宝，哦，正确，过来，加沙瓦公馆，啊，正确，来，过来，加什么毛拍？加能，拜，啊，加能，唔是啦，是头拄迄个对啦，能，啊，过来。不是，给拜啊！哎，对，不是拜拜。来，这个哦，14啊，13。哎，安怎才会大？会走，会搬啦，搬，这哦，对啊，这叫做真人书，都爱听天意，顺天意，就是咱已经有尽力安尼就好啊，吼啊，其他的交互迄个上天来安排安尼。好啊，食好到小无大家拢知嘛，不过可能大家较迄个无遐尼熟的，就是这个台语正确汉字的写法啦，吼，可能咱一般看到拢做地火天文的啦，吼。好啊，定食三碗公饭，吼，就是意思是讲，可能咧形容普通时无啥讲话的人，啊，毋过常常发现讲，哦，伊会晓做真无简单的代志，吼。是咱古啊啦，很多代志都足侪拢伊会晓的。对，啊个鸡卵鸭卵，吼，有的人用鸭卵，有用鸡卵啦，吼，种鸡卵白白摇芳，还是鸭卵白白摇芳嘛，有人讲，吼，啊，的意思是讲，你搁较安怎暗看，吼，人嘛是会知影你做的代志。通常拢是咧警告讲啊，唔通做歹代志啦，吼，你叫是无人知，吼，其实是看袂掉安尼，吼，大部分拢咧安尼形容。啊，下晡才会大，大家较清楚就是晡这字啦，吼，所以拄则可能伫遐看来看去，大要选择字，晡倒下晡，吼，啊，意思就是讲囡仔啊，行路学行路过程。加减的跋倒，啊，毋过无经过跋倒，可能嘛袂当真顺利来学晓行路，所以意思就是讲，人爱经过失败、打击，还是啥物无如意，不要紧，吼，就是安尼才会成长。不要紧，安尼咱嘛是爱来去颁奖。不要紧，大家吼，拢即马拢双手空空，不过咱学真济，吼，咱学真济。啊，不过你若是真正有影吼，想要学台语，好啊，甲台语学好吼，就是阮就是有迄落资料互恁的啦。对啦，嘿，阮专家有立位，阮有 app 哦。全家有智慧的 app 会使登去厝的吼，download。啊，头拄迄个单元有俗语我来排内底都有啊。哦，你就download了，就使咧厝的试看卖。嘿，试看卖了，咱都过来报名吼。阿乐，知无？今日咧，真正爱多谢是咱的顾问老师，是感谢咱辛苦的顾问老师陈宏伟陈老师。欢喜讲台语，专家有智慧。专家有智慧，到顶变台语，我哋大家拢欢喜，拜拜，再会。
谢谢小鹿，迎家哥来记得，谢谢谢谢古